大山走来一个茶语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一缕稻故乡，你的风儿拂去了我的忧伤，你的情歌唱醉了我的心房。茶语姑娘哈罗提，山的姑娘哈罗提，你的纯洁善良谁能比得上，谁能比得上。哈罗提比达布拉，哈罗提茶语羊肉。Radio 喜播欢乐新播客，轻松过周末。各位好，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欢乐新播客。我们这一期欢乐新播客又和您见面了。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，我们一起认识了来自西藏林芝察语县的藏族歌手卓玛央宗，给我们聊了很多的背后的故事，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那今天的节目，我们继续走进它。到了他德林个俺这个朋友个连上呢，卓玛央宗个门他呢就不错了，年纪这边利用蒙古新不接的，当俺这娘的对么记得？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欢乐新播客卓玛央宗。今天我要推荐的是一首马帮的歌曲，叫《茶马古道》。走过一道道小路，然后马背上的故事。因为我们小的时候，老家和这个去别的村，它是没有通路的，马帮就是骑着马，就跟着马帮会去到这个村或者这个村这样。所以呢，一首《茶马古道》。有我小的时候的记忆，送给你们。
嘎吱婆娘，咱就喜不欢乐新播客轻，松过周末。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。那中专毕业之后呢？中专毕业以后，我就去考了中国音乐学院的续本，哦，又读了本科，对，也是学的是音乐， 2年的续本，音乐表演。音乐表演。然后毕业之后呢？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参军了。您看您这就是忙的学哎姐，妈咪搞，就是大学生特招的那种，特招入伍。就成了一位优秀的女兵，现在依然是一位优秀的女兵，谢谢。主要从事着咱们这个文工团是吗？对，作为歌唱演员。我经历的兵种还比较多我刚参军的时候，我走的是交通部队。交通部队，对，交通部队，我当时在管理处，还没有管理股还没有，就是跟音乐还没有搭上那个，因为我父亲就一直希望我从军，一直希望，他觉得肯定，我们也属于藏二代嘛，因为我父亲是18军进藏的，云南的藏族，然后进藏的那种，就是支援那种，还是要去继承这个东西，对，是，他的概念就是这样，我从交通部队又调到这个。武警部队就是内卫，就是所谓咱们现在的武警。武警就这样。然后从武警开始，我2004年才正式，成为就是文艺宣传兵。对。2014年。2004年，哇，您16年了哈，是老兵啊，向您致敬啊。这，아니 다단다진의 주로 마음이 나죠. 아니 제 똥케트니 살와. 그래라. 알레. 아니 다 주그 제 다지 몸본 게 해줘라. 요래. 주그 딘진다지는 제바다 제마도 냠레서니 렌지가 레던리게. 요래. 파말리아 세지다. 로바엔这些你担不？ 알레. 지 세정강 바사. 세정강 바. 지리아 딩레 되죠. 전자위가 진짜로. 리니어. 알레. 真是这个那得就苏德娘不来是。藏剧团比较优秀的一个新生，叫旺九。对，应该也是我觉得未来藏戏的接班人吧，我觉得也特别棒。我跟他一起合作了一首《感恩》，也是就是特别感恩所有，就是想说出来的话，面对的时候说不出来的东西，全部就在这个里面。这么浓情的一首歌哈，可能是卓玛不太善于语言表达，但是所有的感情都蕴藏在歌之中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。
아세다 레온데나시 고마 베마스바 냠보도 아니 다르 높상주 춘일지 에티고 상쇼 这这了， 세장 고바세 这 딜레데 저人자시 지레도 可以说是一种就是倡导大家，一生永恒之爱吧，就是一生只爱一次，就是白头偕老，或者就是就是这种一句。 자체로니 덴지这不谈不，我想不， 我得记，我得。 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哈，呼吁大家爱要坚持到老哈，要白头偕老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吧，好不好？来。 在我们互动环节里面有一个环节特别好玩，叫快问快答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快问快答环节。去追，两者都有。我的腰带，腰带，我的衬衣，衬衣，我的鞋子，兔子的，大声喊叫。好，铁萨，跟男生女生拍张照。
这一环节的互动到这里就结束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个舞台交给卓玛央宗，为我们推荐优秀的作品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欢乐新播客卓玛央宗。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《江孜我可爱的故乡》，是在2018年江孜葬礼晚会上我演唱的一首歌曲。江孜是个历史古城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去听一下。蓝天相连，金色麦浪，年初河水深情流淌，古城散发迷人芬芳。啊，江孜，我可爱的家乡，在这里我们激情奔放，在这里我们灵魂坦荡，热情好客的江孜人民哟，手捧哈达相迎，宾客八方，江孜我可爱的家爱情抗丧，雄伟坚强，大马欢腾，歌舞飞扬，抗英谱写英雄篇章，历史文化名扬四方。啊，江孜，我可爱的家乡，在这里我们激情奔放，在这里我们灵魂坦荡，热情好客的江孜人民哟，手捧哈达相迎，宾客八方，江孜我可爱的家乡。啊，江孜，我可爱的家乡，在这里我们激情奔放，在这里我们灵魂坦荡，热情好客。 라디오 번야. 라디오 지붕. 네, 저번에 받아 뒤제 왕게 되는 거 같이 번이 렌세 다시 난다는 상자리. 아니 렌세는 중다 로마 영전의 년춘다 그 두번째 지시 아예. 而且那些搞不起你的，就这几年的做了那个，而且呢，徐阿姨。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卓玛央宗给我们推荐这么多好听的歌曲。节目的最后，祝愿卓玛央宗也会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小高朗中，欢乐新播客，轻松过周末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 야, 다 정말 지리. 翠林。英雄篇章，历史文化名扬四